最近有好多親戚朋友打電話同我傾偈，原因係佢哋對我上次介紹嘅信輝康養好有興趣。如果你都諗過北上安老，但又唔知點樣揾到一間好嘅安老機構，我有3個 tips 俾大家。第一，要揀港資公司管理，大部分係港人入住嘅項目。第二，一人一間房，房間數目要係100間以內嘅精品式項目。第三，樓下要有商場、酒店，隔離最好有埋3甲醫院添。而我今次介紹嘅係順輝另一個全新模式嘅港式安老社區俾大家。呢個公園係咪又大又靚呢？點解我帶你哋行公園？因為呢個安老社區就喺呢度，佢就係順輝嘉華6星級康養中心，而呢一邊就係可以用到香港醫療券嘅中山市中醫院。順輝嘉華位於中山石岐市中心，樓下就有大型濕地公園、百貨商場同康養美食街，隔離就有香港直通巴士站同可以使用香港醫療券嘅3甲醫院。呢度嘅單位由香港設計師設計，配備全套先進嘅智能守護系統，老友記可以1人住1個單位，獨佔呢度6星級嘅設備，好爽㗎！順輝主張自由安老生活模式，有自由又有人照顧，啲老友記都好 like 㗎，就連移咗民外國嘅老友記都一樣揀佢。鄧生你好啊，鄧太你好啊，你哋好精神啊！嗱，我知道你哋喺夏威夷住咗好耐啦，點解會翻嚟中山揀入住順輝嘅？因為我太太長期病患，咁啊需要中醫照顧，咁啊朋友介紹俾我話你去順輝睇下啦，咁我一睇完之後咧，價錢樣嘢都啱，所以我決定留低喺度住。鄧太啊，你而家身體狀況點啊？我而家好好啊，因為順輝照顧得我好好啊，咁啊佢哋幫我哋咧搞內地醫保咧，令到我哋經濟輕鬆好多，咁我哋而家住得好開心。有咁好嘅環境同照顧，老友記又住得開心，咁屋企人都可以好放心啦。順輝嘉華現已開始登記入住名額，單人單位平均每個月5000幾蚊人民幣，成功登記你仲可以揀喺3年之內延遲入住，名額只有得50個，仲唔趁早入手？有興趣就掃呢個二維碼，留低姓名同電話，去順輝預約參觀或者查詢啦。順輝康養為香港長者創造6星級灣區退休生活，平民嘅消費，皇帝嘅享受。我哋大家